相对的人家忘掉，陪你的人不能去，陪你大汉，陪你成长，爸爸妈妈陪你，你会当人遗弃，你将来你就无人，你就无爱呀，你敢会当安尼？啊那后日恁囝会甲你遗弃。你单底啊？哦，所以咱叫道着前辈者甲恁栽培，甲恁教育，那甲恁互你已经会出道着办道啊，会出着做代志啊，你就免啊，要甲遗弃啊。啊，这个前辈者我看袂合，这个前辈者能力无够，这个前辈者能力无够，啊，我就看不起他，啊，我就不理他，所以这不能去，爱的人不能伤。今日一个人的成长，人家流多少的眼泪，用多少的时间，用多少爱心来给你抚养长大。今日你要大，你咧好的时阵，有常常妈妈骗到老母屎，囡仔好几暝哦，妈妈唔敢分，可怜咧，无甲含到，妈妈嘛喊咧，啊囝嘛喊咧，敢是安尼？这个爱心有大无？爱心真大。爱你的人，但是你较大汉了后，你就安怎完全360度改变，就不理不睬。所以这是人做不应该的。就参照讲，咱咧修道办道，咱嘛唔是人，无人用足侪爱心甲咱栽培。今仔日咱成长起了后，咱就要伤害人。前辈者批评前辈者，安怎前辈者安怎出去讲一寡负面，尤其咱以讹性质的人。有点时啊，不应该有说一些负面的话，要向别人讲，这个都不要。所以呢，再穷也不能说没有尊严。人各互你较善，你嘛是袂使无尊严；互你再互你较好点，你嘛袂使小瞧别人，看得无起。所以呢，3点：别伤人，别骗人，别负人。第7点，有考验才能显出真正之潜力。考验是一个人的季节甲品格，人能一切释怀而不自作。虽然考验磨练不好受，难免痛苦挣扎而流泪。人伫考验过程内底当中，要考验两种：第一种你的季节，第二种你的品格。迄个品格对季节来，各位，一个大点啊！大点你听无？咱咧起厝面时，厝较早面时厝是无三啊，那是用竹啊。迄个大点一定要大起，爱用；迄个大点一定要空，心爱空；迄个大点一定爱迄个北，爱作用。迄个北叫做节，迄个竹，迄个竹起大点，若无节，若无迄个北，迄个遐底咧，变成死。迄个竹若无空袂大起，但是无北袂用，无北袂用。迄个竹若弯翘的，袂当做鞋啊，拢粗粗工。迄个竹是树贵如春，春夏秋冬迄竹，你讲要它都很青春。这个比如一个人一定要有季节，修办道若修到无季节，到哪里去都可以，到哪里去跑都可以。啊，这你也不该修，这也无路用。所以季节就是坚持。咱是鱼儿生，咱是鱼儿囝，死是鱼儿鬼，死是鱼儿菩萨，鬼啦，我讲对了，死是鱼儿菩萨。敢是安尼？我们绝对一心不二心。咱的鱼儿，咱活一前辈才甲咱栽培。咱敢袂讲脚真滑嘛，咱做人走。无晓才无成的嘛，所以内底当中，人会当一切释怀不自受，你会当释怀。虽然你有作些委屈，一定会，但你要释怀。虽然考验磨练而不好受，这个考验实在无好受啦。虽然痛苦挣扎而流泪，昨天你就让人会偌济目屎，接受偌济委屈，咱拢往内吞，后壁一句话看落去。走过这个关卡，你这个关卡行会过，会当提升你生命的会好。人心伤了，难转身；信任毁了，难建立；真情没了，难找回。一定要记，这关卡看
好哦，这个关卡若行会过，那好，承担是，这个关卡若行会过，你当真正会过，你嘛若真正迄个劲，迄个拼劲的那个劲，所以呢，下底这3点看就好，应该恁听好啦吼。因为时间有限，袂当我讲上久吼。第8点，承担才会当培养着繁华之气。迄个承担，上天苦心，高价是做成，苦尽甘来脱颖而出，让你经湿透体会更加深。即句话在咧甲你讲，上天苦心，高价的造就。上天固定针对你，甲你栽培，甲你教育，所以咱有点这二条条。前辈者对咱有毒，前辈者对咱人生，你若有前辈者谁来骂我？前辈者谁啊？逐项要对，逐项要对我，迄是上天对你特别的造诣，对你特别的责任。伊若是对你特别造诣，伊免甲你讲哪话，他不需要跟你讲什么。伊就甲你拼会落啊，敢是安尼？毋过呢，这是上天苦心哦，伊苦心哦，透过着某一个点的事，透过着前日，透过某一个人，针对你的美事业。所以呢，后壁这句老话了后，造就苦尽甘来，脱颖而出，你会当人上人，你会当人上人，让你更深透体会更多少物件。承担接受能力的考验，看你的能力，有了能力，哪会当做出着做大事，立大功，成大业，成大果。头前迄段若考无过，前辈者用心甲伊栽培，这段若栽培无过，后壁这3字拢免讲。你要做啥物大事无可能，你要立大功无可能，你要成大果拢无可能。迄头前要大无过。后壁这就无可能。各位，你想看卖？前辈者若咧甲你读，咧甲你教育的时阵，所以咱来欢喜心，足欢喜。虽然讲着心情啊，就较舒服，但是你嘛感觉感谢天恩师德，有这个机会吼，当上天咧甲你教育，安尼后壁你才会当有可能。后壁这段话吼。前日并指示李四年义和道悟，廖